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7月1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雅各书第2章第8节到13节，创世纪29章第1节到14节，罗马书第3章第1节到第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信息。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。若是假讲，就是出自迄个歹的。这是伫圣经内底所互咱的教导，也是上帝的本质啦吼。因为伊是信息的上帝，伊想事伊永远无改变的听，互囡仔相信伊的。接纳伊的人，伫诗篇51篇第6节，台北的诗篇安尼讲着：你所要要求的是真诚的心，求你用你的智慧来充满我。这内底真诚原文会当翻译做真实，或者是讲对的代志。耶稣基督甲古井边的妇人讲着敬拜上帝的代志。耶稣基督甲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讲，但是时间得要到，现在就是，迄个真正敬拜天父，就要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。安尼的敬拜就是天父所要爱。上帝是一个神，敬拜伊的人必须要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。约翰福音第4章23节到24节，和合本的翻译就是讲，敬拜上帝就必须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，这是必须要的，也是讲是基督徒的责任。咱昨讲到着雅各伊的原生家庭的问题，伊的老母教伊着爱用欺骗的方式来得到这个大囝的名分，这个祝福。伊的阿姑讲起来嘛是一个欺骗的专家啦吼。伫今仔日的经文创世纪29章13节到14节。经文安尼记载讲，列班听见着外甥雅各来，就走出去来迎接伊，甲伊抱咧，甲伊亲，带伊到厝里。雅各将一切的经过拢甲列班讲，列班讲：你真正是我骨肉之亲啊！雅各就伫迄个所在住1个月，这是一个真趣味的记载。当列班听到雅各将为什么逃离开老爸家这的故事来甲伊阿姑讲了后，伊阿姑列班就讲：你真正是我的骨肉之亲。毋知雅各是咧甲伊讲的是有关这个血缘的亲情，或者是伊听见讲因拢因为无诚实来认证讲伊就是伊的骨肉之亲。雅各一个逃亡到伫东方，转去到伊的老母利百加的后头厝，来投靠伊阿姑列班。经文的记载伫路程伊中间的经历，雅各继续伫伊的行程，来到伫东方人的所在。伊伫田野看见一口井，有3群的羊倒伫古井边。雇羊的人互羊群啉的水，拢是对这口井厝内。井口有一块大石头。羊群较济，雇羊的人就割开古井口的大石头，
互羊群来啉水，然后佮甲古井的即个口甲盖起来。那独国就问遐个人朋友啊，请问恁对倒位来？因就回答讲，阮对合兰来。伊讲恁感捌若互下孙仔列班吗？因回答讲，阮捌伊。那个就问讲伊好无？因回答讲伊真好。你看，伊的查某囝李杰带着羊群行过来。那个就讲日头真悬，还未到伫羊关起来时，为什么要互羊来啉水？互因转去牧场食草呢？因就回答讲，阮等到伫羊拢够济了后，雇羊的人做伙将古井口的石头割开，才会当互羊来啉水。那个搁咧甲雇羊的人讲话时阵，李杰就带着老爸的羊到了，因为伊是一个雇羊的查某囡仔。那个就看到李杰甲阿姑列班的羊群，就去割开即个古井口的石头，互羊来啉水。然后伊就斟李杰激动来哭起来。伊甲李杰讲：“我就是你的爸爸的外甥，是李伯家的囝。”李杰就走转去甲伊的老爸讲：“上帝互雅各大声拄着即个李杰却因为阿姑的欺骗，互伊先带着列杰的姐姐利亚。”互雅各头起先就安尼担着受欺骗的即个感受吼。保罗对罗马教会基督徒的提醒，伊强调迄个割礼并毋是重要的信仰根据，乃是上帝信息的救恩。保罗安尼讲，照安尼讲，犹太人有甚物所在来赢过外邦人呢？割礼阁有甚物款的价值呢？事实上，各方面拢有。第一，上帝将伊的信息来交互犹太人，就算是因中间有人背信，上帝就因此无信息了吗？当然是袂。虽然人拢虚假，但是上帝还阁是真实。就好亲像圣经所讲的。当你发言的时阵，无空客通好来攻击，你受指控的时阵，必然会胜诉。如果咱的不义会通显明上帝的公义，那安尼应该安怎讲呢？上帝刑罚咱是伊的不义吗？我是照人的想法讲的。当然毋是。如果上帝是不义，伊要怎样来审判世界呢？如果我的虚假会通互上帝的真实更较显明、更较荣耀，那安尼应该安怎讲呢？为什么讲我还阁爱被判做罪人呢？为什么无要讲，互我罪恶的通好来成善呢？有人伫指控我讲过安尼的话，因就被定罪是应该的。虽然人拢还阁活伫迄个虚假白贼的中间，但是上帝犹原是信实的。将伊救恩的应允赏赐予世间人，叫一切信伊的人通得到永生。领受着永生的人，就必须爱来学习，亲像上帝的信息，袂当阁活伫迄个虚假白贼的中间。那歌书第
章第8节到13节，看咧我亲爱的来啊！伊搬过山岭，就跳来啊！亲爱的，亲像羚羊啊，亲像鹿啊！你看，伊徛伫墙尾仔外，对虫仔伫看，对虫仔伫探。我亲爱的出声对我讲，男的就讲我的爱人，我的美人，起来，咱来去。冬天已经过去，雨已经煞，花开满遍地，鸟仔唱歌的时到啊！伫田野有听见放假的声，无花果渐渐来成熟。葡萄树开花发出香味，我的爱人啊，我的美人啊，起来，咱来去。感谢信息的上帝，利用信息来对待阮，互阮通存着信心来活靠，因为你永无改变的恩典，一直拢甲阮伫地。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阿们。